这3个怪人哪里冒出来的？竟甘愿以身犯险，换那残兵首领一命，真是始料未及啊！算算时间，他们也该要逃出西凉军势力范围了。大哥，那姓赵的真了不起啊！你果然没看错人。哈哈，能让三弟夸上一句了不起的人，天下间也没有几个呀。你刚才说自己叫刘备，惭愧，不过无名之辈罢了。刘备，你这样做没想过后果吗？后果就是袁绍和洛阳的百姓都保住了性命。那你们自己的性命呢？保得住吗？大哥敢这么做，自然是已经有了脱身的办法。是吗？其实你们只要挟持你去到城外，如此一来，既可逃脱洛阳，又可取你性命，天下第一大功啊！那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可是，咱们这位脑子古怪的大哥，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打算。刘备，说说你的打算。你死了，天下只会更乱。群雄失去眼前共同的目标，必会互相争斗吞并，整个天下都将被卷入无休无止的兵祸之中。到那时，百姓受的苦，恐怕比现在更甚100倍。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你甘愿放弃立下盖世奇功的机会？没错，就为了这样的理由，你才能保住自己的人头，董卓。